85-64，廣東龍安隊喺廣州客場贏咗一場好重要嘅比賽，佢將呢個系列賽嘅大比分扳成1-1平。咁而如果從首發嘅陣容嚟睇咧，廣東隊同第一場冇變化嘅，徐傑搭兩個小外援啦，杜潤旺加黃少傑。咁但係由比賽開始，廣東隊嘅陣地戰咧就已經睇出佢哋明顯嘅調整，就係每一次進攻基本上徐傑都係將個波咧調俾黃少傑，等黃少傑去做策應同埋做派派。呢個舉動目的就係希望黃少傑可以將徐恩拉遠離顏色地帶，從而令到廣東隊咧可以對廣州嘅內線咧有更多嘅攻擊嘅空間。嗱，昆尼喺第一節冇任何一次3分線嘅出手，佢5次出手全部都喺內線，有自己嘅隔扣，亦都有搶低進攻籃板，然之後去上籃。另外一方面咧，廣東隊喺第一節亦都造就到廣州隊有7次嘅失誤，而自己本身只有3次嘅失誤。但係我覺得最重要、最關鍵嘅一點就係喺呢一節替補上場嘅胡明軒。胡明軒喺第一節其實打咗4分03秒嘅啫，而佢上場之前，廣東隊喺3分線上嘅投射係5射0中，但係胡明軒喺第一節4射3中嘅3分球，令到自己除咗單止有11分之餘，亦都係幫助廣東隊嘅進攻端得到一個好有力嘅進攻得分嘅穩定嘅輸出。所以第一節打完，廣東隊已經有10分嘅分差啦，領先優勢。而第二節亦都睇到廣東隊喺呢場比賽當中嘅一個變化，佢將2個大外援同時放喺場上，舒寧加加拉斯高域。咁呢2個球員咧就係可以係令到成支球隊喺場上嘅平均身高係提高咗。儘管徐恩依然喺廣州嘅內線嘅陣容當中，但係有絕對嘅身高。但係平均值嚟講，廣東隊佔優，而且徐恩一定要跟住廣東隊一個大外援出到嚟自己嘅顏色地帶，亦都意味住廣東隊喺內線變咗有優勢。咁所以打完半場，廣東隊唔單止喺得分方面咧係單節攞到25分，而且限制廣州得7分。另外籃板方面係贏咗11個，25-14。呢個亦都係將第一節自己所暴露出嚟嘅問題做咗個最優化嘅解決，將籃板嘅劣勢扭正為自己嘅勝勢，然之後將進攻低效嘅模式，例如3分球，改為更多係顏色地帶嘅攻勢。所以打完上半場，其實廣東隊基本上就已經係有一個接近20分嘅領先優勢。同時跟住落嚟喺第3節，佢哋冇任何放鬆，亦都冇任何嘅玩嘢，咁所以亦都係打完3節，基本上呢場比賽嘅勝負就奠定咗基調㗎啦。呢場比賽我覺得最開心嘅係我哋見到胡超仔胡明軒嘅狀態嘅復甦。打完成場波，胡明軒係攞到咗21分，而啱啱好5年前嘅同一日，佢亦都係喺一個總決賽當中咧成為咗 FMVP。咁所以呢個可能真係冥冥之中咧係有少少輪迴。賽後我亦都問咗胡明軒對於自己今日狀態爆發嘅一個嘅情況，佢就話因為始終都去到季後賽，同埋亦都係背水一戰，咁所以所有人都係帶傷出場，而自己做咗一個就係話克服咗傷病，同時亦都希望係幫助球隊出自己最大嘅一份力。雖然佢講得好風輕雲淡，但係所有人都知道佢呢個賽季受到佢嘅失傷嘅困擾有幾咁嚴重，佢嘅狀態一直都持續低迷，再加上好多輿論嘅壓力，其實一直都壓喺呢個年輕人嘅身上。但係我哋好開心咁見到喺一場 win or go home 嘅比賽當中，胡明軒爆發，亦都可以睇到成個廣東隊嘅士氣同埋狀態，亦都有咗個好大嘅提升。我哋終於可以繼續喺呢個系列賽當中咧，繼續打落去，亦都成功將呢個系列賽帶翻去自己東莞主場，亦都希望5月3號嗰場生死戰當中，廣東隊亦都可以繼續有今日呢場嘅表現同埋狀態。咁今期復本係咁先，我哋下期再見，拜拜。